是就是韩籍啊有啦，韩籍了嘛，韩籍寮嘛。哦。啊，这个寮内底就是安尼就是咧拜寮嘛。啊，古安古。哎，顺天宫韩籍寮嘛。哎，就在这儿嘞！哎呀，花艺进游团啊！搞了55米。Go！ 搞了。你好。你好。哎，昨看你咧拜拜哦，拜到都。哎，谢谢。可见你天天咧拜拜。没错。啊，你是这个人吗？我是。啊，你这个人，在即马搁住在这，还是已经搬离？搬去北港咧住。所以你拢会倒转来拜拜。对，哎，之前是在北港的南洋国小担任校长，啊，不过目前已经退休快2年了。校长呢？人我这边出去拢最好读书的。对啊。状元村的由来哈，其实状元是科举考试的时候才有状元，而且是皇帝殿前面试嘛。你台语也通没？哎，我台语也通，但是无做流利哎。不要紧。你若讲唔对，我直接甲你处理。我捌处理过好。换你来教我啦。我处理过好弄不好就处理。我基本上是那个处理。因为家吼妈作为保庇，人才辈出了哈，医改方面啊，10几个直接出新呢。那在教育界也有10-20位的校长。法界的，那就是这个状元村的由来了哈。有司法官、检察官、律师的有20-30位。哎，我拄到你讲台语，你拢讲国语呢。我这个校长哦，你才做不及格哈。我对教我某好好教，伊是台语老师。人足强啊！恁某是台语老师，系啦，头一摆嘛校长。你是？我是咱这个顺天宫的顾问。顾问你好。你好。顾问是专门你用问的啦。再问讲啊，咱这间宫的这间庙的是原来是起头怪。起头是这个做明末清初迄个时间，1663年的时阵，啊，伫这个福建，啊，就一个叫做红月。月亮的月，伊就是因兄嫂做红姑，做红姑得要拜神，啊做红姑啊囡仔做转来看到红姑就家己起食，啊食到兄嫂就怎用，刚食到我敢若5斤鸡甲抢落去安尼，啊伫迄时阵拄啊大陆足侪人要过来台湾来做工，啊伊嘛安那吵，我嘛要过来，我无爱迄落安尼，这红月过来的时，伊就全来看到2个。人讲不爱伫遐种番薯，爱甲照大，全咧定期大，这个阮遮一个做大轮顶遐。啊，我食番薯都会食饱，大陆食袂饱。啊，像伫遐一直到1668年，伊想到厝内的人，啊，就倒转去，甲因兄嫂交迄孙仔做者拢接过来，安尼讲我要接过来。要过来是过这个朋友，这个乌水沟啊，乌水沟迄个风险太大啊，所以因就去请神。这阵神有，咱即马迄阵，细时阵迄阵妈祖，啊，搁上帝公、太子爷，总共有6-7尊神，大部分拢徛出立柱，这差不多6-7寸宽尔。伊要过来，细尊用米拿过来。啊，伊都唔是看到新名含伊爸母过来拢过来，拍算无要搁倒转去，就啊伫这中间吼，就起草寮甲福西，福西新兵啊，甲福西时伊边个咧种番薯，番薯田爬去你这寮仔顶，所以才叫做番薯寮嘛，就是安尼来，所以阮遮即马一条慢慢是搁番薯厝，安尼拢无改。我听人讲吼，
这边才300几户，啊，有70几个是历史啊、书法官啊，这就是去讲，阮这间庙伫54年去改建，改建的时间呢，有一个叫做王清海，是咱这文静国小的老师，伊就去考司机官，司机官的调，考这个什么警察行政的调，伊原来去做司机官的时，这个文静国小的老师。大家都去考，规个拢转起哩，迄个风气就来起来。这地方出了。对啊，出高人，这边就趣味的，你看，咱这无文昌帝君，啊，这边有文昌帝。这就是人要考试时，准考证起来。球马上过去，你这逼得掉啦。你求一支笔甲参加游泳，就甲这个一支当对。哦。阮这间庙的元宵节上头这个就是3天的夜岁。哦，是妈祖婆的一年吗？妈祖婆阮的镇店呢，一年出去一届尔。阮元宵特色就是头前迄只大龟890斤，米包26000斤。来拢互遐信徒去拜，阮庄的地主台中建设公司都来拜着迄只大龟。伊伫咱这个台中起足地范厝的，就好伊地震了后，伊的建设的拢完全不动，拢无去甲伤着。这另外妈做保庇。